初六第一个上班日，烟花市政中心的二楼广场特别以拢是你来为主题，布置柑仔的大吉大利，喜气十足。加上伴随台南民族管弦乐团一连串新春的乐曲，大家互相恭喜，互整个团拜气氛相当热烈。其中有位铁教场对伊甲所有团队翕相留念，嘛期待新的年度大家以市民为念，继续突破困境，拼出好成绩。大家能够这个以市民为念，在新的年度里面有更多更好的发展。在过去我们走过了疫情不管是 COVID， 不管是流感，不管是登革热，大家都非常辛苦但我想，而且也走过了许多市民服务的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譬如说，我们16年没有办的这个全国运动会，16年没有办过了这个台湾灯会，以及这些年来新增的一些市政的服务都让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有包括我们龙旗灯节月之美术馆还有包括我们许多重大建设，立体停车场、社会住宅等等等等，特色公园等等，这些都是各位市政的一个成绩单。面对2024台湾灯会伫台南，其中安平灯区、月灯港等串联的灯节，目前已经有36万人次来欣赏。加上高铁灯区24号元宵日嘛将要开幕，期待互来自全国各地游客见证台南人的骄傲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